再来看美国未来的国军108台的战车，明年头一批会先送来38台。国军嘛变9亿的经费，要来起45座战车的停车场哦。伊也毋过传出讲，包商说要求讲爱17亿的预算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早起嘛表示讲，会阁想办法来解决。国军强化地面作战能力，甲美国买108台 M1A2 的战车，头一批38台，按算明年就会送来台湾。不过，恐惊面临插战车所在无够，出现战力保存的问题。因为国军战甲车大部分是直接放伫埕的，无防止轰炸的设施，真好抵抗解放军的攻击。针对这点，国军规划起45个战甲车的车厝，原底预算是9亿，不过设计承包商煞要求爱提悬到17亿，若无敢若会当完成20个。专案目前也无法度招标。推动是有困难嘛有很多实际的问题，缺工缺料，还有的其他很多因素。那国防部也一关关克服，不能讲说完全这个就停顿了。但是要推动工作的话，总有方法，分批的、分年的。还好，就像我们平常有掩体也是可以用的。为了因应中国无人机扰乱外岛甲离岛，国军采购无人机，也有研发反制系统。陆军拟定3大原则，部队会当优先用枪，不过爱评估射击范围敢是有飞行器，甲无人机拍落来所在敢是伫海顶，3公里内敢有船啊等等。若有安全的顾虑，敢若会当用干扰枪来反制。副国正反驳讲，那安尼会白卡白手。那既然来犯，就代表没有好意嘛。没有我还在考虑什么会打到海里面去，这个，哎呀，这样的话把我们绑手绑脚工作做不下去了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发出义务役免上战场，副国正回回讲，台湾防卫作战无分前后，处处拢是战场。义务役毋是袂当上战场，若有意愿会看阿兵哥的意愿甲专长，透过监测分配去战斗部队。若外岛欠兵员，都爱抽口义务役嘛有可能会去外岛做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